常读书文。岂不知父在身上有冤情，却街头无人问。今生天花人人会，雪中还有几人？雪中还有几人？雪中还有几人？小静，小静，我腿都快梳好了，你还没有看够呀？老爷不是大岁，那时候啊，河南的巨老夫人和方相公一定能来，巨母和表弟能来，我猜能来。10年不见了。母亲，我走了。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母亲，请快回去吧。儿走了。儿啦，此去千里到襄阳，寒彻醉路途长，皇城夜店莫头送。
关下游子在望阳兴街，牧场梦一门房。吉祥啊！母亲，多多保重。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回去吧。李小姐，请，哎，请，啊，王大人。北壁娘亲离家乡，东方八字儿一堂，红泥街内父母，千禧金的老乡娘。请，哎，站住！你这狡猾之人到哪边去？哎呀，天见了远你！请问，这主可是曾吕师傅吗？哪玩有本嘛？请！小哥，叫声家之我呢，与你家老爷夫人乃是至亲，相爱同胞啊！什么？看你这副腔调，也配做我家老爷的至亲啊？
你，哼！哎呦！要他同弟们等一些，要吃热面们到哪边去？啊！小生家住我端，与你家老爷夫人乃是至亲啊！你喊什么？我们忙得很，没有功夫对你瞎啰嗦。告诉你啊，不要让我发火啊！哼！好，多喝几杯啊！张大人啊！来，好，多喝几杯啊！多喝几杯！哎呀，李大人啊！陈大人啊，好啊！哎呀，好，李大人，你好！啊，王夫人来，请请啊！诸位，在下已刚老晚下，去过多吃点啊！李氏大人得到为官多年，德高望重，理当前来拜寿啊！多谢。该。沈大人，这等男人不是东海随地暖山啊！好，来请，多谢啊！请啊！高明夫人，常听你说起我诺娘家之事，今天正遇师傅着大人，怎么不见你的娘家人啊？娘家路远。陈高明啊，你不是常常夸你有个宝贝侄儿吗？他应该来呀。不但这些，切句啊！大哥，我是对亲来的，麻烦你通报一声好不好啊？耶！你这走开！我请侬去烧了！子孙，陈人，今天是老爷的50大寿，你对人要开吃些最好，怎么你随便当人？哎呀，总管，不是我不客气，这叫花子同我算了半天了，你说烦不烦？谁是叫花子啊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同我说吧。老人家，小生我能认识，姓方名清，得来探望你家老爷夫人的。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是的。老人家，你是什么？原来是小主人到了，老奴看得免礼。你是？老奴原是放夫不仁，放学儿，自从顾小姐嫁到陈府，我是被嫁过来的。3多年不见了，也改名叫陈轩。记起来了，家母晚上17年了。小主人早得，我去禀报老爷。遇老了。你们啊，还不快去向贵客道歉？不用了。哎呀，小人语言不识泰山，请方相公少数。下次啊，不可小看穷人。一定啊！小主人啊，老爷听说你来了，十分高兴，亲自出来迎你来了。词儿在哪里呀？姑爹在上，侄儿拜见。免礼。
3年不通饮食，今天总算见到你了。好，快随姑爹到厅堂喝酒去啊！来，侄儿啊，来，走，姑爹啊，小子不知姑爹大岁，2岁空空，不妨啊！姑爹，你看，老爷，小主人的意思是，好，侄儿啊，来，侄儿啊，快手下谢谢啊！陈轩，尝茶是，快手下谢谢啊！吃力，老夫人，你好。吃力，真正吃力了。快起身。哎呀，真正吃力死了。辛苦了啊。来，快请快坐下。快坐。带了半天客人，真比挑担碗吃力了。红云3块，去把莲子汤端来。啊。那个嫂，今日我老爷5日大寿，高朋满座。侬娘家怎么好不来人呢？我是要面子个人呀。侬自己不能来嘛，叫这宝贝也来一趟。今日做寿，不见娘家神意，我当众坦白。老夫人，刚才家人来报，白云庵的当家师太要来拜见老夫人。老夫人今日心情不好，改日再来。是。老夫人，莲子汤来了。2、3、4、5。3块，你知在吗？老夫人，3块为你效劳，有啥个罪啦？你偷吃了莲子啊！老夫人，你不要冤枉好人啊！不要啦，下回再吞罪，撕破侬个嘴巴。是我偷吃莲子，啥人吃就是啥人。死丫头，你想噎死我啊！阿弥陀佛，冤枉好人罪过的呀！3块，这颗落地莲子赏不侬吃。3块没福气，老夫人，你自己吃吧。我老夫人心上娇惯之女了，我吃莲子，侬2只眼睛乌溜溜的望着，心里想有多少的难过哦。不要紧的，你吃吧。老夫人心肠真好。好吃吧？好吃，真好吃。这种莲子哪里算得上好吃呀？想我未出嫁的辰光，在娘家吃的莲子啊，这真才叫好吃嘞！哪能个好吃法？老夫人，快说这3块听听看。哥们，侬来接我再谈。
我说给你听听。叫三夸，你仔细呀听，我娘家的脸子与众不同，那脸子的出的第一次，这在不经王人女我中啊，那女儿花洒凝中，真宫娘娘亲手中，宫中了7件事，这邻居子荷花开过几连蓬啊，共结了句句8人另一个，我一我哎呀称一称，一颗个莲子4两重，半山一想吃啥不得吃，真宫娘娘想吃不心痛。有一天皇上听说我出家，他就把一面子当里呀送。哎呀呀！快！哎呦！老夫人的面子真烫，出家的辰光，连皇帝爸爸都来送礼呀。有啥稀奇呀？正宫娘娘帮我梳头，西宫娘娘帮我做饭，皇太后还留着我叫新官宝贝嘞。老夫人，不要脱嘴。三花呀，那莲子想起想到100呀个里，那别莲子要散一散呀那刺痛。老夫人的娘家当真是了不起。这小妇嘛，那莲子生来就香，生来就甜。老夫人，你的话我当然是相信的。要是别人嘛，我当是吹牛逼啊！对。才了，你可否逢人好相样，不与我的心花放，明日里红中尝到红暖去，沿着江陵为梦想。恰瑞成轩二远近，见你姑母在蓝云堂，先日多年快变情，当儿莫要换衣裳，姑爹我忽然吹浪，人们打开迎接年的金池堂。高音快人心，不为我千里迢迢来去，南云堂见过的亲老姑母，因为比苦的还要亲3分。夏主任，快带我到来龙堂去。啊，好，快请姑爹，我罪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小主人，快走呀！好，走吧。夫人大吉，吕布，并你改日再来拜访老夫人，是太满醉，哎，是太最好啊！老总管，并你几岁？万里万里。哎，洪勇大吉，这位是河南寨少爷，你快带他去南雍岛，要老夫人给寨少爷没有更衣，再从他们金府拜寿。好吧，这少爷跟我来。是，小主人，快带洪勇去吧。哎，老夫人，舒不舒服？舒不过。三块，再重一点啊。轻一点。老夫人，你刚才说你河南娘家是宰相府，那御史府大还是宰相府大啊？没见识了吧？哎，御史府能同宰相府比吗？啊！斜把的牛大起远江啊，断了的泥瓦片绿房啊，黄澄澄的金砖铺地面，明光光的针子用对亮。丫鬟侍女穿绫罗，里外个佣人还生他，治了京都的王家，再也休想比得呀！夫人，宰相府真的有这么大啊？那么当然咯。这少爷，你站着，我去通报。是。老夫人，不允向你道喜啦！向你道喜啦！死丫头，你手也把过，喜也道过，为啥又来道喜？老爷，快说呀！老夫人，我是叫你道别样的喜个。可是老爷不管在，不是个，这一定是有人不小气来做媒子，也不是个。这有啥个喜好道了？老夫人，是你娘家来人啦！啊？你说什么？是你娘家来人啦！可是我那凤亲这宝贝来着，一点也不错。哎呦，从河南到襄阳，家远个路跑来，当真难得呀！我刚才还在夸娘家好，这宝贝就来到。红云啊，快请这少爷进来。是。三块，快去备点心啊！哎，红云，哎，老夫人。过来呀！这少爷可是骑马来个？不是骑马来个，搿么是坐轿来个？也不是坐轿来个。一不骑马，二不坐轿，搿难道是跑路来个？真是两只脚跑路来的啊！奇怪在，千里迢迢用两只脚跑路来。哦，对，我这儿是知书达理之人啊，用两只脚跑路来嘛，是诚诚心心来拜望姑爹姑母个。快去！是。哎，红云啊，过来呀！这宝贝带来啥个礼物？礼物嘛，交关多。一时呀，讲不清爽。他手上拿的是啥？一个包裹。那是10月件捆包。还有一把伞。
救济王良噻。哦，原来这少爷穿地用的都与名堂的呀。当然了。红云啊，快请这少爷进来。是。方相公，老夫人语气。是。姑母大人在上，侄儿放亲拜见。啊！今日穷亲上门来，唤我面里看我来，明日里看看分分把娘家话，到如今想要挽回也难挽回。姑母大人，侄儿有礼了。是谁在叫我啊？姑母，是侄儿放亲来啦。哦，是侬来着啊？那就坐下吧。姑母大人在此，哪有侄儿的所谓呀？哦哟，不要客气噻。从河南到襄阳，家远个路，不要说是人，就是一匹马嘛，也要跑说在了。说嘛，总归要说过。是次侄儿告诉了。你坐可要吃？侄儿不可。啊，那么坐就不跑噻。阿青啊，那母子俩真明白道理了。今日是你姑爹五十大寿，你路远迢迢特地赶来把寿，做姑娘个脸上多少个光彩哟！姑母，伯母你老人家说，小子来时匆忙，实在不知姑爹的寿诞，非陪谁礼，万望姑母是在。说，你说。侬不是来把寿的？是。那么，为啥个事体到襄阳来个呢？一来拜访姑爹姑母大人。算侬小人。二来嘛，探望我家表姐。难为侬在。那什么？还为点啥？姑母啊！此为上京关公明，身不盘川难成名。襄阳来，得向姑母结花家人，照侬的意思，要加多少？姑母，母子两
两人喜盆酸，须结把你三八根。3百两，哎哟，真是四肢大开口。娘家终归是娘家，家们终归是要嫁过。阿青啊，上京赶考，哪里用得了3百两银子呢？100两接母亲安家之用，100两添置银礼衣衫，还有100两作为上京赶考的盘缠啊，算来嘛，正好300两。照他说来，可是一定要加300两噻。哎，阿青啊，侬早来3年么也好，迟来3年么也好，今朝是碰巧，我手头不方便啦，实在拿不出介许多银子。姑母手头不便，少借一些也好啊。好，他家300，我100总归要加个。哎呦，不对，太多再多加他30。30万是太多，一位加30，10位加300，8位加3000，1000位，哎呀，加不得个。阿青啊，姑娘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姑母有话，但讲无妨。阿青啊，庄家本是好虎门，老女大发多金啊人，得到你结婚而用做人呀来，才知你破玉阑珊来断情，平日你却还浪荡走下路，当条难渡不争啊情，当下个脸面对观音，今日里对面对到人家门，庄家可了你这不孝子，叫姑娘怎能不痛心？母啊，儿平地败家子，一去家败欲哭尽，思中弟弟被奸臣田园家产杂草尽，生无必去天再来，破暖与早荒年尽，3年到3年老，3年黄蓉无虽人，我泪偏遭连夜雨，状元预备大户文，家兵婢女都
生去，这人下苦命母子两个人，举子本当受煎熬，只穷得风暴的泪也当根，没奈何抬亲向阳来，外邦姑母是家门才应该自信人间有姑娘联系来恶灵，死一死成一成，我不照应在照呀阿庆啊，长夜到，有家有问，再家不难。侬今朝借起银子，搿啥辰光来归还呢？一旦功名成就，本理一并归还。要是功名不就呢？这不牢靠，不牢靠个。哈哈哈哈！阿庆啊，功名是有名不有人，讲究是讲究不来个呢。小臣所读世书，定能告终功名。哟，牛逼的吹得还不小了。阿庆啊，功名是民众指定的，侬跟民众有没有关？让姑娘帮侬看看相是哦啊！好，姑母还会看相？姑娘看相比张贴在李本线还要灵光，莫以想法精通颜色。来，让我来看看，让我来看看。好。为主滚个，何以见得？头皮圆圆，笔中长远。多谢姑母尽肯悦言。哎呀，阿庆啊，不好在，侬个相啊，是有名堂个。什么名堂？名为道照相了。啊？一副那个女高贵，两个高官少妇阿亲，两样的眉毛有出息，家中却上女少女，为人后来一两地，到老不能成恩阿亲。姑母，神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对量，怎可以貌取神啊！在我24岁上红门。一无尽。
功名既然是你莫把太看清昆仑的雨等空去，尊的花片为百生，严冬寒冷把草铺，春风一吹为吹去，无钱能与何门人？我放心，总有一天会不亲。我得到爹亲骨肉情一生，看破了他结穷情，别了心，话不得及早分手。我即刻离开陈家门，来日团圆义勇人，为家那雨路飞鸣，越想起家中少代越缺米，只怕我是老年妻。母，你与我是亲兄妹，你与我与故少情，这儿我千里迢迢投亲来，怀望你年在同根一马亲，爹亲不仁是母子，父母啊，一步到阴山，哎呀，我老太婆心上来得个女了，你几句话，我眼泪水都要落来噻。
说，你说。多谢姑母。哎，这宝贝啊，你路远迢迢来投姑娘，同爹们总归要嫁给侬个，侬放心就是啊。是。这宝贝啊，你来一趟嘛也不容易啊。阿青啊，侬实在不愿意住下来嘛，姑娘也不勉强啊。母亲在家无人照顾，侄儿我即刻就要告辞。好，好，红云三夸。哎，老夫人有吩咐，去拿1000铜钿1斗白米，接着少爷做盆称。是。慢，姑母，这1000铜钿1斗白米，可是接侄儿的。是的，姑母不必费心，侄儿心领就是。告辞。哟，要是严少呢，好好教讲，还不是个脾气呢。黄云三块，再加500铜钿，5升白米。是。不用了，姑母的1分钱1粒米，我也不收。老夫人已经对你蛮客气了。穷光蛋，为败家子，真是不穷光蛋。你们下去，下去啊！阿倩，你不要我个铜钿白米，跟我倒要问问侬噻，侬到襄阳来为点啥？嗨。一怀娘亲无路人，二关放情洒书生。四顾人情见不懂，想问你四里姑母结花名。恰不巧锦上添花人人为，接动宋台有几人？今日陪亲早虽柔，得配月亮是配金，拜别姑母出门去。红青儿要进我城家门。我本想强压怒气回家说，曾不知烈火腾腾心中疼。冒问他父亲父你放根根，不与他比理我不关心。耶，有志气跑出去，为啥又跑回来？侄儿有几句言语要请教姑母大人。啥个言语？我听母亲演讲，当初故地出身平安，那日在镇王庙马氏为生，多亏我父亲相助，并将姑母许他为婚，后来才得扬眉吐气。此事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？怎么讲？我又听母亲演讲，祖父祖母去世甚早，姑母你年幼无人照顾，是我母亲将你抚养成人。当你出家之时，又将我放家传家之宝珍珠塔作为陪嫁，此事可是真的？也是真的，又怎么样？哼！千不怪，百不怪，怪我母亲下眼睛。
当初啥不抚养你，我不听我也不痛惜。当初啥不抚养你，甚至介绍一个眼病的人啊！在穷困区区也有看过的，问问其实我老高明，三年茅厕不用到，夸离开咱家门。世上常有穷变富，世上也有富变贫。富的难保百年富，贫的那皆贫寒成。有朝一日我搞混着，我看你有何面目结帮亲。当着侬有搞混着，是非是实出西方往外东营。6月河山几人兵，铁树开花结铜铃。黄狗出国比麒麟，少走冰上出毛身。女子的无数上山村，浪漫秋夜为上根啊！可是侬有个混子，我头顶相闻三步一把家你呀你一句字言出了口，我用身用自己叹息，愿你后莫反悔。上期回到蓝云道，我们胸膛把子门，手上有高棍子，你不许我进门，我偏进门。手上无高棍子，你请我进门，我也不进门。好，小畜生，你有志气，红月3块。快，老夫人有吩咐，快把这个穷鬼与我滚出去！穷鬼，滚出去！滚开！啊！给你看神的！滚出去！穷鬼，小畜生，你这个小畜生，气死我了！老夫人，我匆匆离开了蓝云堂，恨不得他双翅飞回家乡，花尽穷要家产，不知院门在何方。方相公，你是谁呀？我叫彩萍，是小姐的侍女。唤我何事？小姐请你满罪，她要下来见你。不见也罢。为何不见？你家夫人失之自立，继母失之，女儿还能这样？方相公，你错了。老夫人要彩萍，冷言冷语真好人。
人看我一家人，女儿总归帮娘亲。小姐结婚下泪痕，暖情相共枕一枕，长大儿女泪不止，小姐她定要得归小就是不接。你大姐，还我包括雨伞呀！大姐，你马相公，你不见小姐，我不还你包裹雨伞。大姐，我管路要紧，你还我包裹雨伞吧。小姐，你看，表弟。表弟，表妻，表弟，请这位小姐，可是我那御姐的可表姐吗？大姐，将包裹雨伞还给我吧，我管路要紧。大姐，还我包裹雨伞。小姐，你看表弟，请来见礼。还礼。表弟这边请坐。贵姓时间，恕难拘留。大姐，小姐，还我包裹雨伞吧。王相公，小姐叫你走，你去走嘛。哎呀，王相公，快去吧，快进。王相公，快去呀！快下去。表弟，请走。王相公，小姐叫你走，你就要走。曲母大人在家可好？家母到晚穷俭。表弟一路辛苦了。就人谁管老了，不觉辛苦。可人见过我爹爹？见过了。来日见过，去日可人告别。这管路行前，不见也罢。彩萍，你去吩咐主王准备酒菜，为榜相公接风。是。慢，小弟无意拘留，请表姐不必费心了。表姐，虽知前途桃花一日开，却可叹天。
的菜，小金娘，花把盛开我再来吃。花